娛樂圈的劇情永遠比編劇筆下的劇本更跌宕起伏，也更經不起時間的沉澱。前一刻，任嘉倫還是內娛英年早婚的孤勇者，是無數人心中寵妻的標杆，是那個敢於在流量巔峰期親手撕碎男友人設來換取愛人一份安寧的硬漢。可轉眼間，風向急轉直下，旺妻變成了控場，心情變成了算計，甚至連他每一次佩戴婚戒，每一個提及家庭的微笑，都被重新解構為精密計算的人設維護。近日，隨着狗仔劉大瑞一則關於任嘉倫在上海工作期間連續2晚過家門而不入的爆料，輿論場仿佛被投入了一顆深水炸彈。那些曾經被讚頌的安全感，如今在一些人眼中成了窒息的控制；那些曾經被感動的堅守，如今被描摹成一場利益最大化的商業合謀。人們熱衷於討論那個從《大唐榮耀》裏走出來的廣平王，是否把戰場上的謀略帶回了家中？所謂的寵妻，究竟是發乎於心的真情，算是一場為了對沖英年早婚對事業衝擊而精心策劃的控場術？這潭水真的如傳聞所言，深不見底嗎？一切的裂痕，似乎都始於那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狗仔鏡頭下的任嘉倫，在繁忙的上海行程結束後，並沒有嘔車返回那個與妻子薛歡和一雙兒女共同構築的愛巢，而是連續2晚入住了活動方安排的酒店。這個畫面在普通人看來或乎是職場人司空見慣的疲憊算責，但在娛樂邏輯的放大鏡下，他立刻被賦予了婚姻亮起公燈的強烈暗示。社交媒體瞬間炸開了鍋，質疑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人們開始像拼圖一樣，試圖將過往的蛛絲馬跡串聯起來，構建一個早就不愛了的證據鏈。有人翻出任嘉倫近年來的採訪片段，指出他在提及家庭時用詞的微妙變化，從早年的甜蜜傾訴變成了如今的謹慎帶過。有人對比他剛走紅時與現在對聶歡的保護姿態，認為曾經的高調仁愛不過是為了鋪平道路，而現在的絕口不提則是厭倦後的冷處理。更有甚者，將目光投向薛歡，那個在任嘉倫船事無名小卒時便陪伴左右，婚後徹底退居幕後的女人。她被描繪成一個為了愛情放棄事業，最終卻可能面臨糟糠之妻下堂悲劇的苦情角色。輿論的風向從最初的震驚、惋惜，迅速滑向了某種略帶興奮的預言成真式的狂歡，因為大眾似乎太熟悉這樣的劇本了。成名前相濡以沫，成名後分道揚鑣，這是娛樂圈被反覆驗證的規律。任嘉倫這個曾經被認為打破規律的人，難道終究也要回歸規律嗎？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暫時放下這種先入為主的吃瓜心態，讓理性穿透情緒化的迷霧，重新審視劉大瑞的那段視頻素材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推論，我們會發現，所謂分居的證據鏈是何等薄弱。將連續2晚住酒店直接等同於婚姻破裂，這在邏輯學上堪稱典型的滑坡謬誤。對於一個行程密集、通告不斷的當紅演員來說，工作至深夜後選擇就近休息，以避免長途奔波打擾家中老人與孩子的安睡，這難道不恰恰是一種負責任的體現嗎？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職場人因加班或應酬而選擇在公司附近暫住？為何同樣的行為發生在普通人身上是生活所迫，發生在明星身上變成了情感背叛的鐵證？這種雙重標準的背後，暴露的其實是我們對名人私生活一種近乎窺私癖的過度關注，以及一種根深蒂固的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理慣性。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我們深入探究任嘉倫與薛歡相處模式的本質，會發現他與那些被編排出的控制與反控制劇情大相徑庭。任嘉倫與薛歡的結合，從一開始就寫滿了非典型的注腳。在大唐榮耀讓他一夜爆紅之前，他有過長達數年的沉寂與掙扎，做過練習生，參加過選秀，甚至一度在異國他鄉過着看不到未來的生活。那段時間是薛歡陪在他身邊，這份共患難的情誼，遠比任何鎂光燈下的作秀都要厚重。
因此，當他憑借廣平王一角成為麥千少女的新任老公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公開戀情，等待他的將是何等規模的粉絲流失和事業衝擊。但他沒有猶豫，沒有選擇印分或地下戀這種行業內的常規操作，而是直接甩出與聶寬的牽手照，配文相識的那天陽光正好，坦蕩得令人心驚。這一行為在當時需要何等的勇氣與決絕？他絕不能簡單地用人設來解釋，因為一個急於打造寵妻人設的演運，完全可以用更圓滑、更慘峻的方式來鋪墊，而不是如此決絕地切斷自己作為偶像的後路。這種近乎莽撞的真誠，恰恰是他對這段關係最真實的證明。至於所謂的控場與水太深，則更是將一段複雜的親密關係粗暴地簡化為一場商業博弈。有觀點認為，任嘉倫在走紅後讓薛歡退圈，是一種軟感和控制，目的是為了讓他失去經濟獨立性，從而依附於他。這種論調不僅充滿了對女性自主選擇能力的低估，更是對薛歡個人意願的無視。事實上，從薛歡過往零星的公開信息來看，她本身並非性格張揚、執着於演藝事業的女演運。在任嘉倫尚未成名時，她的公開社交平台便已展現出一種淡泊、起靜的性格特質。婚後選擇回歸家庭，相夫教子，很可能就是她基於自身性格和家庭需求做出的主動選擇。將這種選擇解讀為被迫和控制，是用現代極端女權的視角去綁架一種個體化的生活方式。再者，我們來看看任嘉倫在家庭中所處的實際地位。多家媒體曾報道，任嘉倫的財政大權完全由薛歡掌管。他本人在採訪中也曾提及，家裡的大事小事都聽老婆的，自己只管拍戲賺錢。如果這真是一場控場大戲，那控場的究竟是誰？一個連經濟命脈都交給妻子的控制者，他的控制手段未免也太清新退俗了。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高度信任與分工，是許多中國家庭的傳統相處模式。他或許不夠摩登，不夠符合某些人對於獨立女性的想象，但你不能否認他的真實存在和內在的穩定性。任嘉倫對家庭的保護欲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他的方式不是像某些明星那樣在綜藝裡瘋狂撒糖，而是將妻子和孩子嚴嚴實實地當在聚光燈之外。他不讓薛歡出現在自己的社交動態中，不在採訪中詳細描述家庭瑣事。這種藏起來的愛，在如今這個愛就要大聲說出來的時代顯得格外另類。有些人將此解讀為不夠愛或心虛，但換個角度想，這何嘗不是一種更深沉、更實際的保護呢？在這個任何蛛絲馬跡都能被無限放大並引向網暴的時代，將家人置於輿論的風暴眼之外，讓他們享有最普通的平靜生活，這或許才是一個公眾人物能給予家人最大的溫柔與擔當。尤其是當他們的孩子逐漸長大，保護孩子的隱私，讓他們免受網絡暴力的侵擾，更是為人父母最基本的責任。任嘉倫在這方面做得近乎嚴苛，而這種嚴苛，恰恰是對家庭最堅固的鎧甲。回顧任嘉倫過去幾年遭遇的風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類似的婚變謠言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周期性出現。2023年、2024年，網絡上多次出現關於他離婚、出軌的惡意貼子，甚至配以模糊的所謂證據，但最終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的假消息。面對這些造謠，任嘉倫及其工作室並沒有像某些藝人那樣選擇忍氣吞聲或發一封不痛不癢的聲明了事，而是果斷拿起法律武器，連續起訴了多名發布不實信息的網絡用戶。令人矚目的是，這些訴訟均已獲勝。法院判決造謠者公開向任嘉倫賠禮道歉，並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這些實打實的勝訴判決書，遠比任何粉絲的反黑控評都要來得有力量。他們不僅是對任嘉倫個人名譽權的捍衛，更是用司法公信力為其婚姻狀況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背書。因為如果這些婚變傳聞但凡有一絲一毫的真實性，任嘉倫絕不敢如此高調地訴諸法律。
畢竟法律訴訟過程中需要提交大量個人隱私信息作為證據，一旦被對方找住任何把柄，後果將不堪設想。他既然敢於走上法庭，就證明他有足夠的底氣證明自己家庭的完整和清白。這背後如果沒有妻子謝歡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也是無法想象的。這恰恰反證了兩人關係的穩固，不僅是情感上的同盟，更是利益上的共同體。在面對外界惡意時，他們的站位是高度一致的。那些熱衷於用水太深來形容任嘉倫婚姻的人，或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一段能共同抵禦外界數年謠言攻擊，能一致對外通過法律擁權的親密關係，其內部的黏合力，遠非外人一兩句人設崩塌就能瓦解的。他可能不像某些試片那樣甜膩得令人上頭，但他有着經歷過風雨、見過世面的人性。與此同時，另一件圍繞任嘉倫的趣聞，也在同一時間成為網絡熱議的焦點，那就是全網接力喊話任嘉倫，讓他去取回自己多年前寄存在某酒商處的價值約60多萬元的老酒。據說這批酒是他早年尚未走工時購買的，因各種原因一直未能取走。如今酒商因業務調整催促其盡快處理。網友們仿佛發現了新大陸，紛紛調侃他是全網最健忘的傳酒人，甚至有人玩笑道：是不是家庭地位不夠，零花錢被管得太緊，所以不敢去取？這個充滿生活氣息的輕鬆插曲，與嚴肅沉重的分辨差異形成了極其有趣的反差。面對網友善意的催領，任嘉倫團聚的處理方式堪稱教科書級別，不理會、不回應、不炒作，任由這個梗自然發酵，成為網友們自娛自樂的素材。這與他面對惡意誹謗時展現出的雷霆手段截然不同。這種勾別對待的策略，清晰地劃分了可娛樂化與不可觸碰的邊界。對於無傷大雅的，甚至可以拉近與觀眾距離的生活趣聞，他們選擇豁達地網開一面，讓粉絲有梗可玩。但對於任何試圖窺探、編造、污名化其家庭生活的言論，他們則展現出零容忍的姿態。這種收放自如的輿情應對，並非某些人所謂的心機控場，而是一種基於常識和原則的非常成熟的公關策略。他告訴我們，這個團聚很清楚怎麼可以拿來當作娛樂的佐料，怎麼是必須堅守的底線。那條底線就是任嘉倫的家庭、謝歡和孩子。他對這個底線的守護幾乎到了潔癖的程度。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怎麼他在採訪中總是三緘其口，因為他不想給任何媒體和網友提供哪怕一點點可以用來編織故事的素材。這種近乎嚴苛的自我保護，在帶來安全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無盡的猜疑，因為他留下的空白太大了，而大眾最擅長的就是填補空白。但這是他選擇的代價，用一部分的公眾好奇心的失望，來換取家人最大程度的安寧。這筆賬他算得很清。更深一層思考，我們之所以對任嘉倫寵妻人設崩塌這個話題如此振奮，本質上是因為我們內心對完美人設有着一種既渴望又恐懼的矛盾心理。我們渴望看到美好的愛情故事成真，所以當初他公開時，我們毫不吝嗇入美支持。但我們又深深地不相信娛樂圈會有純粹的感情，所以我們又時刻準備着，像獵人等待獵物一樣，等待那個完美人設露出破綻，從而證明我們自己的懷疑主義是正確的。這種心態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被視為實錘的前兆。我們太喜歡給明星寫劇本了，今天把他推上神壇，明天就要把他拉下來，這種造神毀神的週期循環已經成為互聯網娛樂生態的一種痼疾。任嘉倫不幸地成為了這種集體心理的又一個投射對象。他所代表的事業上星期難免雲公開戀情並列婚的正面形象過於稀缺，也過於理想化。他像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圈子裡的浮躁和虛偽，同時也成為了一種道德標尺，讓那些選擇孕婚、孕戀的同行們相形見絀。因此，只要他一有風吹草動，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砸碎這面鏡子，以證明你看，大家都一樣。
這種微妙的群體心理，才是所謂背後水太深的真正水深之處。它不在任嘉倫的婚姻裡，而在每一個圍觀者的鍵盤和心理。我們才是這場深水戲的總導演，任嘉倫和薛歡不過是按照我們預設的劇情，被動地充當着主角。當我們指責他控場時，是否意識到真正在操控這場輿論大戲走向的，恰恰是我們自己永不停歇的窺探欲和評判欲？把目光拉回到那段近15年的感情本身，從2011年前後相知相戀，到2017年公開，2018年升級為人父母，任嘉倫和薛歡的關係已經走過了比許多娛樂圈婚姻都要漫長的歲月。這期間，他從未走紅到爆紅，再到穩居一線；他從未婚少女到全職媽媽，兩人的社會角色、家庭分工、經濟地位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能夠在這種劇烈的外部變動中擁持關係的存續，本身就是一種極其不易的成就。他需要的不僅僅是愛情，更是友情、親情以及戰略合作夥伴式的信任與默契。我們作為看客，只看到了酒店這個孤立的畫面，卻看不到他們在私底下如何協調家庭與工作，如何共同撫養兩個孩子，如何應對各自生活中的壓力和煩惱。這些日復一日的瑣碎與堅守，才是構成婚姻的絕大部分內容，卻是鏡頭永遠無法捕捉，也無需向外人交代的部分。將一段如此漫長、如此私人化的關係，簡化為寵或不寵、控或被控的二元對立，無異於盲人摸象，找住了尾巴便以為是大象的全部。任嘉倫在一次罕見的深度訪談中曾說過，他理想的生活就是一家人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拍戲之餘能陪孩子玩，吃妻子做的飯，這就足夠了。這話從他嘴裡說出來，帶着一種超乎年齡的平實和篤定。他不需要用情侶頭像、卡點佛博、互相探班來證明雜麼，因為他早就用一紙婚書和兩個孩子的出生，給出了最無可辯駁的答案。而薛歡，那個始終站在他身後的女人，也從未向外界索取過任何任嘉倫太太該有的關注和功利。她的沉默不是軟弱，而是對丈夫事業最堅定的支持，對家庭隱私最堅決的捍衛。在這場輿論風暴中，她又一次被無辜地推到台前，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或猜疑的源頭，但她依舊選擇沉默。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他讓所有喧囂的猜測都顯得輕浮而多餘。最終，當我們試圖為這場任嘉倫旺妻人設崩塌的全民大討論畫上一個句號時，我們或許應該意識到，我們討論的其實早已不是任嘉倫和薛歡本人，而是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婚姻觀以及對待公眾人物的態度。我們太習慣用標籤去定義一個人，用幾句話去概括一段關係，用幾個片段去審判一種人生。然而，真實的生活永遠比我們看到的要複雜100倍，也更平淡100倍。任嘉倫是寵妻船是控場，薛歡是幸福船是印忍，這其中的滋味，只有他們兩個人自己知道，而且這種滋味也絕非一成不變，它會在漫長的歲月裡不斷流動、變化、調整。作為旁觀者，我們最大的美德就是克制，克制那種急於下結論的衝動。克制那種渴望現正反轉的氣癮，克制那種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綁架他人生活的傲慢。我們願意把祝福留給那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人和事，哪怕這種祝福顯得有點笨拙，有點一廂情願。謠言止於智者，更止於法律和事實。既然任嘉倫已經多次通過法律途徑證明了自己的清白，那麼我們至少應該給予這份司法列論最基本的尊重。讓任嘉倫繼續做任嘉倫，讓薛歡繼續做薛歡，讓他們的孩子在一個相對清靜的環境中成長。而我們不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任嘉倫的下一個角色、下一部作品，那才是他作為演員真正想要交付給大眾的東西。至於他的家事，就讓他回到那個叫做家的私密空間裡去。畢竟，沒有人比他們自己更懂得如何守護他。吃瓜須謹慎，理智不站罪。願我們都能在這個瞬息過載的時代，
守住一份對他人的尊重，也守住自己內心的平和與善意。